大家好，咁我哋係嚟自香港紅十字會社區健康教育計劃嘅同事啦。咁今日咧會同大家上一個叫做運動健康嘅講座。咁啊，開始之前咧有少少嘅課前小測驗咧，想同大家互動一下，問一問大家嘅。好，咁第一題就問啦，如果一啲唔中意做運動嘅人啊，會比較大機會咧出現以下邊一啲嘅毛病咧？咁大家可以三揀一，揀一個答案出嚟啦。A 咧就係低血壓啦，而 B 咧就係哮喘，C 咧就係心血管疾病。咁大家可以記低自己呢一刻覺得邊一個啱嘅答案。咁我哋最後喺課節嘅最後咧，我哋都會公布咧正確嘅答案。好，我哋嚟到第二題啦。咁做運動嘅過程之中，我哋應該要着啲咩嘅衫啊？A 咧就係牛仔褲啦，而 B 咧就係舒適透氣嘅運動服裝，而 C 咧就係西裝。咁其實呢一題咧係好簡單嘅，大家可以諗一諗。咁啊，我喺課堂嘅中間咧都會解釋下點解一個合適嘅運動嘅衫咧係有佢嘅重要之處嘅。好啦，第三題啦，下列邊一項嘅訓練咧係練我哋嘅柔軟度啊？咁啊，包括 A 啦，跑步啦，抑或係拉筋，定係游水咧？咁大家又可以諗一諗，揀一揀啦。好啦，第四題啦。以下咧邊一項嘅運動係可以有助咧提升我哋嘅心肺功能？咁啊 A 咧就係有氧嘅健身操啦，而 B 咧就係仰臥起坐，即係 sit up，而 C 咧就係拉筋啦。咁呢一題咧，大家又可以三選一，諗一諗邊個係正確嘅答案啦。好啦，咁啊都準備咗最後一題俾大家嘅。下列邊一項嘅運動咧係主要咧係鍛煉我哋嘅肌肉嘅力量嘅？A 咧就係踢波啦，而 B 咧就係舉啞鈴喎，咁啊 C 咧就係跑步。嗱，大家一樣可以記低邊一個係你呢一刻覺得啱嘅答案啦。好，咁我哋正式開始啦。咁一開始之前咧，我想同大家講少少嘅數據，問下大家，大家覺唔覺得香港人咧中唔中意做運動咧？好啦，咁咪講少少嘅數字俾大家聽啦。咁其實根據咧衛生署咧2023年咧，佢哋都會定期咧有一份嘅報告，咁啊叫做健康行為嘅調查報告啦。咁啊大概咧有14.8%一啲18歲或者以上嘅香港成年人啦，其實佢嘅運動量咧係未達到世界衛生組織嘅標準嘅，同埋佢嘅建議嘅。咁呢個建議係講緊啲乜嘢咧？就係希望我哋咧可以做到每個禮拜做到150去到300分鐘中等強度嘅運動，或者係75分鐘去到150分鐘劇烈程度嘅運動。咁啊，唔知大家聽緊呢個講座嘅你咧，一個禮拜咧有冇做到世衛嘅建議啦？咁其實咧對比翻2020年啊，去到22年嘅調查嗰陣時嘅24.8%嘅比較咧，其實個情況有改善到嘅喎。咁啊，推測翻咧，其實係關於我哋 COVID 之後咧，社會嘅復常啦，恢復翻我哋正常一啲出行啦，一啲社區活動嘅增加係有關嘅。好啦，我哋再講多深入少少，講緊啲肥胖同埋過重嘅問題。咁啊，去到2022年咧，人口嘅健康嘅調查當中咧，就發現到啦，原來15歲去到84歲嘅香港人當中咧，原來咧足足有37.8%嘅人咧係屬於中央肥胖。大家可能或者咧喺新聞啊，或者喺啲唔同嘅報章咧都有聽過中央肥胖呢一個名詞，係咪？咁其實係講緊咧，可能男仔咧個腰圍咧係大於或者等於90cm 啦，或者女仔嘅腰圍咧係大於或者等於80cm。所以大家今晚咧沖完涼之後咧，又可以攞個腰圍尺咧去度一度自己個腰圍啦，有冇中央肥胖呢個問題？咁我哋數據上嚟睇咧，我哋發現咧，原來男性同埋長者嘅比例上咧係最高嘅。
咁大家可能都會聽過，喂，中央肥胖有啲咩唔好嘅地方啊？其實咧會帶來一啲嘅健康嘅風險。咁包括啲咩咧？譬如心臟病啦、糖尿病啦、高血壓，以至乎係脂肪肝等等呢一啲嘅風險嘅問題嘅。咁喺一個體重嘅狀況嚟睇嘅話咧，我哋發現到啊，原來咧32.6%嘅人咧係屬於肥胖，而22%嘅人咧係屬於超重嘅。換句說話嚟講咧，其實超過咗一半成年人嘅香港人當中咧，大家嘅體重咧都已經係超標咗噶啦。好啦，咁我哋講多少少啦，咁啊講完啲大人嘅部分，成年人嘅部分，我哋再睇下香港一啲嘅老人家、啲長者、啲老友記，可能講緊係超過65歲或者以上嘅人，佢哋嘅體能活動嘅狀況係去到邊度咧？哦，原來咧只有咧13.7嘅獨居或者雙老嘅長者，即係年齡介乎喺65歲去到84歲呢一段年齡層咧，每個禮拜咧係達到世衛建議嘅運動量嘅。換言之，呢個情況係更加嚴重嘅，代表住咧90%嘅老人家咧個活動量咧都係不足嘅。咁啊，唔同嘅調查當中咧，都發現咧，原來全香港嘅老友記啊，超過一半啊係完全冇運動嘅習慣嘅。咁我哋又問下啲有運動習慣嘅老人家當中咧，原來有80%咧都同大家講啊，我成日都做一啲嘅伸展嘅運動噶喎。最常見係聽到啲咩咧？譬如拉筋啊、太極啊，咁啊唔知大家會唔會有呢啲習慣啦？咁啊，只有30%嘅老友記咧係會做一啲提升我哋肌肉力量嘅運動，譬如舉重啊、一啲拉力帶啊、彈力帶嘅訓練等等。好啦，香港嘅長者嘅體能活動，到底點解佢哋會少咁多去做一啲嘅運動，一啲嘅活動量咁低咧？其實咧都有唔同嘅報告咧講出個原因所在喺邊度嘅。原來有30%幾咧係覺得自己嘅運動狀況咧係唔適合運動嘅，可能關乎佢年齡、年紀嘅問題啦。咁另外都有30%咧係覺得，喂，我去到呢個年齡層啦，我唔識得去揀適合自己自身體能狀況嘅呢個運動。咁另外都有28.6%嘅人咧覺得，喂，我做運動嘅過程之中咧，可能咧會唔覺意整親我自己，所以咧我就逃避咗，或者我減低咗我嘅活動量啦。咁啊，大概就超過14%嘅人咧覺得，我做運動好辛苦，或者冇同伴，冇啲朋友仔去陪住我去做，而失去咗動力。咁我相信呢個14%嘅人咧，其實就唔單止係喺長者當中嘅，可能係唔同年齡層都有呢一個因素嘅存在。好啦，我哋講完大人啦，我哋講咗長者，不如我哋再睇多少少細蚊仔嘅部分，學童同埋青少年佢哋嘅體能嘅狀況、體能活動嘅情況。咁啊，根據呢個香港大學嘅調查啦，原來咧只有7.4% 嘅小學生同埋3.5% 嘅中學生咧，係達到咗世衛建議嘅運動標準。咁啊，小朋友同埋大人嘅標準咧，呢度咧係有少少唔同嘅。我哋咧中小學生一啲學童同埋青少年嘅運動嘅建議咧，我哋建議去多少少喎，每一日咧至少咧可以做到60分鐘，即係1個鐘頭啦嘅中或者高強度嘅體能嘅活動。咁啊，換言之，呢啲數據我哋發現啦，原來超過90%嘅學生咧，每一日啊個運動量咧個時間咧都係唔夠噶。咁長遠咧，其實會影響佢哋身體嘅發展啦，同埋佢哋自身嘅健康。咁我哋睇咗咁多嘅即係嗰個學生層面當中咧，我哋發現咧運動不足咧嘅比例相當之高，尤其是咧中學生嘅情況咧係更加嚴峻嘅。咁畢竟可能佢哋嘅學業啦個壓力比較大啦，另外都有好多唔同嘅課外活動需要去處理啦，咁啊壓縮咗佢哋運動嘅時間。但我哋講咗咁多個數據，而我哋今日嘅課題咧，想同大家講運動健康啊嘛。咁到底我哋成日去推動大家做多啲運動，有啲咩嘅好處咧？呢度咧，我哋一一同大家去講。其實最出名嘅好處係咩咧？其實咧，
運動咧，其實係好大嘅幫手咧，就係預防到一啲嘅慢性病。大家可能都聽過啲慢性疾病嘅名啦，譬如講緊啲三高啊，一啲嘅高血壓啊、糖尿病啊等等啦。其實多啲去做運動咧，係可以好有效咧去減少去患上一啲心臟病啦、中風啦、糖尿病、高血壓，甚至乎係某一啲癌症嘅風險嘅。咁啊，另外啦，其實情緒上同埋減壓上都幫到好多手嘅。運動咧可以有助咧去釋放我哋嘅內啡肽啦，同埋我哋多巴胺啊，提升我哋情緒，減低焦慮同埋抑鬱嘅一啲嘅症狀嘅。咁第三啦，就可以改善到我哋學習同埋認知嘅能力喎。尤其是係對於一啲嘅兒童啦，一啲長者咧，其實運動咧可以好有效咁咧去增強佢哋嘅記憶力同埋佢哋嘅專注力嘅。咁啊，有助佢哋腦部嘅健康咯。好，第四啦，最出名啊都就叫做 Keep Fit 啦。咁啊，可以有效咧幫手我哋控制我哋體重同埋提升我哋嘅新陳代謝。咁其實每個禮拜咧，只要你做到150分鐘中等強度嘅運動咧，其實已經係可以好有效咧去幫手燃燒我哋嘅肚腩仔、我哋嘅脂肪同埋維持我哋健康嘅體重。第五啊，咁啊，其實咧都可以有效咧改善我哋睡眠嘅質素啦，提升我哋生活嘅效率。恒常嘅活動咧，其實可以咧去縮短我哋入睡嘅時間，減低我哋失眠嘅情況啦，同埋提升我哋睡眠嘅深度。好啦，講咗好多好多嘅好處啦，咁啊，其實做運動咧有啲咩壞處咧？呢度我俾少少時間俾大家諗一諗。其實簡單嚟講啊，唔做運動嘅壞處咧，就係頭先我講嘅好處嘅相反啦。誒，第一，原來咧缺乏運動咧係全球第四大致死嘅因素。原來唔做運動或者我哋活動量低嘅話咧，其實會慢慢咁增加咗我哋慢性病嘅風險啦，同埋早死嘅風險。第二啦，情緒可能會低落啦，或者壓力會積聚得更加深。成日坐或者運動量少啦，或多或少咧，就會間接同一啲焦慮、抑鬱嘅症狀有關。第三啦，體能嘅下降啦，同埋個人容易攰咗好多。冇做運動習慣嘅人咧，其實會導致佢基礎嘅體能啦，佢個肌肉量啦，同埋骨嘅密度逐漸下降嘅。好，第四啦，坐得多，你喐得少，咁大家都會諗到啦，其實會增加我哋肥胖啦，我哋嘅血脂、膽固醇高啦，糖尿病嘅風險。呢一個咧就係關乎到代謝同埋啲體重上升嘅問題啦。運動安全啦。咁咧，其實咧，我哋係鼓勵大家做運動之際咧，其實都好講求，或者係我擺得好前嘅第一位就係希望大家咧要學識多少少運動安全嘅部分，因為我唔想咧鼓勵大家去做運動或者增強大家做運動呢個習慣之際咧，咁啊唔想大家因為做運動咧而整親自己，增加咗運動傷害嘅風險，所以咧我會講多少少關於運動安全嘅部分。首先，運動安全咧，其實係講緊你做運動嘅過程之中，你要保障咗自己嘅生理上嘅健康、身體上嘅健康，而喺過程之中咧，要降低你受傷嘅風險，盡量唔好因為你做運動而整親而有呢個損傷。好啦，做運動前咧，我哋要準備啲乜嘢咧？希望大家咧做熱身咧，大家都唔好貪快，咁啊，可能拉幾下就完啦，而係希望大家可以做足最少5分鐘去到10分鐘嘅一啲熱身同埋伸展嘅運動。而呢啲熱身咧，其實最主要嘅目的咧，係幫大家 warm up 大家嘅肌肉嘅組織啦，大家嘅唔同嘅韌腱、韌帶嘅部分啦，筋腱嘅部分啦，而減低拉傷、扭傷嘅機會㗎。同埋咧，合適嘅衫咧都好緊要嘅喎，鼓勵大家咧着一啲舒適、透氣度高而支撐力高嘅運動鞋，同埋一啲運動嘅衣着啦。咁啊，你揀啲咩嘅運動咧，就要揀翻相應嘅運動嘅服裝。譬如你去打網球嘅，咁啊一定要着翻對網球鞋啦，一啲短袖彈性高嘅運動衫啊。假設你哋中意去行山嘅話咧，記得要揾一啲透氣度高
同時咧可以防到少少水而走地力強嘅運動鞋啦。好啦，咁啊做運動嘅時候咧，記得都唔好空住個肚仔去啦，亦都唔好食太飽咧，就好急急腳就落街要去做運動啦。咁啊做運動嘅前、中、後啦，記得要補充適量嘅水分。另外啦，要留意翻個天氣同埋場地嘅安全啦，同埋器材到底啱唔啱你去用啦。咁啊，好似呢幅圖咁樣，如果落緊雨啦，或者出邊好大雨、黃雨、紅雨啦，大家都唔好勉強要落街，一定要做運動。可能我哋轉換下個地方，我哋用屋企嘅地方，我哋可能喺室內一啲運動嘅場所去做翻一啲相應嘅運動就可以啦。始終我哋安全咧要擺喺第一位嘅。好啦，咁啊做運動嘅過程要注意啲乜嘢咧？咁我俾八字真言俾大家，就係叫做量力而為，循序漸進。咁啊過程之中咧，亦都要有相當嘅時間俾你去休息得到嘅。咁過程如果大家可能做運動嘅過程，你今日嘅體能嘅狀況唔好啦，唔係太好啦，或者我啱啱感冒完啦，係咪？咁如果你遇到一啲唔舒服嘅情況，譬如頭暈啦、氣促啦、個心咧、心臟嘅附近好似有啲疼痛嘅情況啦、嘔吐等等不適咧，就快啲去終止你呢個運動，快啲休息啦。咁情況有加劇有惡化嘅話咧，我盡快送院去睇醫生啦。咁大家如果去開展一個新嘅運動，而你本身可能有啲慢性病嘅情況咧，記得問下你嘅醫生先，睇下啲咩意見，睇下你呢個新嘅運動到底適唔適合你去做啦。好啦，咁我哋做運動咧，或多或少可能都會有少少整親嘅情況啦。咁我呢度咧都會輕輕教一教大家點樣去做處理嘅。我哋最常見係咩咧？就係扭傷嘅部分啦，係咪？咁啊，做運動嘅過程之中，如果啲扭傷嘅話咧，記得要採用咧我哋叫做 RICE 嘅方法，啲急救常見到嘅方法。包括我哋第一件事要點樣啊？休息啦。咁我到底成日都會問阿 Sir 到底我要冰敷好啊，定係暖敷好去做一個嘅急救嘅上嘅處理咧？咁其實咧呢度咧一律咧會同大家講用冷敷嘅方式去做處理嘅，得唔得？咁另外我哋可以抬高我哋嘅雙肢啦，我哋可以做一個壓迫嘅動作啦。咁成個過程咧就叫做 RICE，即係休息啦。冷敷啦，然後咧，我哋可以用一啲嘅繃帶啊之類嘅一啲嘅物料咧，做一個壓迫嘅動作啦，去撳住我哋嘅受傷嘅部分啦，然後再抬高我哋嘅雙肢嘅。咁啊，肌肉嘅酸痛咧、抽筋啦，咁呢啲就可以用輕輕嘅力量咧、輕手咧去做一個伸展同埋按摩。如果傷勢係嚴重嘅話咧，咁啊呢啲就要立即去求醫啦。好啦，點樣安全咧而有效去做運動咧？咁啊，做運動嘅時候咧，係應該要包括以下呢幾個運動嘅種類嘅。嗱，第一咧就係熱身啦。我頭先講過啦，最少要留幾多分鐘啊？5分鐘，係啦，5至10分鐘。咁第二步係咩咧？就係揀翻你主要嘅運動，一啲大氧或者阻力嘅訓練啦。咁啊，有啲咩例子？可能踩單車啊、游水啊，或者我去做 gym 做呢個健身，係咪？好啦，做完呢啲咁嘅主要運動之後咧，第四記得要做翻啲乜嘢啊？我哋叫做緩和同埋一啲嘅伸展嘅運動。咁嗱，呢度咧寫咗個少少嘅提示，就係話，嗱，你哋可以睇翻自己本身嘅運動計劃有冇包含到以上呢嘅種類。咁啊，記得根據翻自己嘅能力去衡量翻做運動嘅強度同埋時間，唔需要可能我可能每一日都跑開3公里，但我今日有少少唔舒服，係咪一定要咁堅持跑到3公里咧？就唔係嘅，大家一定要因應住你當日嘅能力、自己體能嘅狀況，做一個相應嘅調節，就冇問題嘅啦。好啦，我哋講咗第一件事先啦，就係熱身啦。其實目的係咩咧？就幫你嘅運動咧作一個相應嘅準備，可以預防同埋減低你過程之中受傷嘅風險嘅。咁啊，你可以揀5至10分鐘簡單又輕鬆嘅連續性嘅帶氧嘅活動啦，或者係一啲嘅運動啦。咁啊，5至10分鐘靜態嘅伸展嘅運動，或者係啲動態嘅熱身都冇問題嘅。咁啊，右邊嗰啲圖咧，都係一啲做熱身嘅例子嘅。
好啦，跟住落嚟咧，就係大家都上咗咁耐嘅堂啦，都開始悶啦，係咪？咁不如我哋用少少時間，同大家一齊咧做一啲嘅熱身嘅訓練，帶住大家一齊去做，好冇？好，咁啊，做運動之前咧，記得咧有少少嘅提示啦，包括咧要因應住自己嘅體能嘅狀況啦，揀一啲合適嘅運動啦，循序漸進。如果太飽或者太攰咧，就唔係好適宜咧做一啲好劇烈嘅運動啦。好啦，做運動嘅過程咧，其實咧要着一啲合適嘅衫啦，呢啲嘅鞋襪啦，注意你嘅呼吸啦，同埋做完運動之後咧，要補充你嘅水分。咁開始之前咧，同埋之後咧，都要做一啲熱身同埋緩和同埋伸展嘅運動啦，減低你受傷嘅風險之餘咧，亦都可以最後咧去慢慢將你嘅身體咧恢復嘅一個靜止嘅狀況嘅。咁啊，做運動嘅過程之中咧，如果有啲咩唔舒服咧，記得要停止啦，然後咧再諮詢專業嘅意見啦。好，大家咧啱啱咧做咗啲熱身動作啦，係咪？咁啊，可以慢慢坐翻低先，係啦。咁啊，而家咧就同大家講少少咧運動嘅原則同埋飲食相關嘅知識。好啦，運動嘅原則，我呢度寫咗5大項俾大家，包括我哋個別啦、個別性啦、漸進性、規律性、多元性同埋健康性，咁啊一一同大家拆解咯。咁第一個別性啦，大家可以根據大家嘅年紀啦、大家體能嘅狀況咧，同埋你嘅目標去揀你中意做嘅運動。過程之中咧，個8個字係咩啊？就係量力而為同埋循序漸進啦。咁啊，漸進性咧，頭先都講到啦，就係要由淺入深啦，你要去漸進咁樣咧，去增加你嘅難度啦、你嘅強度同埋時間嘅。
咁規律性係咩咧？如果冇做開運動嘅人咧，成日都會問啊，我應該要點樣去建立自己嘅運動嘅計劃同埋時間咧？大家可以用翻世衛俾我哋嘅成年人嘅運動嘅建議，就係一個禮拜你可以做至少150分鐘中等強度嘅運動，或者至少75分鐘嘅劇烈嘅運動。大家唔需要將某一日就攞晒嚟做，一定要做足150分鐘嘅運動，而係將呢一個禮拜嘅150分鐘咧攤開嚟做，然後再慢慢增加上去就得噶啦。換言之就係話咧，只要你呢個禮拜做足150分鐘嘅運動，至少就冇問題噶啦。好，另外啦，多元性啦，以前咧大家咧做運動咧，可能咧就做一啲嘅專項啦，可能就可能我就淨係跑步嘅啫，我淨係做健身嘅啫。而呢幾年咧，其實我哋係多咗，希望大家咧做運動嘅過程咧要多元啊。咁咩叫做多元咧？就係話，你有樣運動又做少少啦，你肌肉嘅訓練又做少少啦，柔軟度嘅訓練、拉筋伸展咧又做少少咁樣。總之，你各方面咧都要多元同埋兼顧，咁啊對你嘅身體咧就有一個更加全面嘅發展啦。第五就係安全性啦，記得運動嘅前後咧都要做咩熱身同埋緩和嘅動作啦，量力而為咧，避免自己因為做運動而整親嘅。好啦，頭先講運動原則，我哋先係講下啲飲食嘅原則啦。第一件事就係均衡飲食啦，食嘢都要多元嘅喎，盡量唔好去揀飲擇食啦，同埋要涵蓋5大類嘅營養啦，包括全穀啦、蔬菜啦、水果啦、蛋白質同埋奶類嘅。第二，要攝取足夠嘅蛋白質，我哋每公斤體重咧，其實需要咧1.6至到2.2 gram 嘅蛋白質啦。如果你需要增肌的話。如果你係用減脂作為一個目標嘅話咧，咁你就要需要咧1.8去到2.4 gram 嘅蛋白質啦。好啦，第三就係控制你嘅熱量啦。如果你需要達到你自己做運動嘅目標，係咪？假設我而家要增肌啦，增強我哋嘅肌肉量同埋肌肉嘅強度等等啦，咁我哋要做到咧就係熱量嘅盈餘啦。咁唔係喎，阿 Sir 我而家想咧減脂喎，想 keep fit 喎，咁我哋就要做到熱量嘅赤字啦。熱量咧另一個字咧就係叫做卡路里。好啦，第四我哋要攝取啲咩咧？優質嘅碳水。主食咧，我哋可以揀一啲全穀嘅雜糧啦，咁令到我哋嘅能量嘅補給咧更加持久嘅。咁第五啦，足夠嘅水分啦。做運動嘅過程前、中、後咧，記得要特別去隨時補充我哋嘅水分嘅。